屏东高区有3座灵骨塔，是拢已经超过30档，也公所是打算要地动兴起新的，也这又是引起村民来反对。公所这边呢是讲哦，灵骨塔已经无够用，也嘛已经办过地方的说明会，后个月就会来招标。 20位民众徛伫高树乡公所门口，头绑布条啊，大声表达抗议。高树的村民讲，东兴村已经有一座灵骨塔，使用30年啊，如今阁要起第2座，实在伤超过。希望乡公所会使收回计划，甲新塔改设伫火葬场附近。利用基山立部对高美局过来，市政区甲阮高树咧市中心。 头加尾的时阵，都无到1公里。纳古塔第2座要盖在我们东兴村，第2座盖下去，高速已经有4座纳古塔，已经变成纳古塔的故乡，影响人们，影响高速的发展。所以呢，我站出来抗议。居民自救会发起人杨家富指出。 公所虽然拢讲有开过地方说明会，但实际上只办过1摆，根本无予村民充分表达意见。今年6月，已经有超过300位村民联署反对，正式向乡公所甲代表会交单情书，不过落尾拢无得到正面回答。好，从我们一开始的评估到决定，到依照法定程序去推动，我们就有做了一份说明资料。 对此，高树乡公所秘书表示，原本高树乡的灵骨塔只有6000外个位，早就无够使用。新的灵骨塔是需要的公共设施，会当放1万个塔左右，结合公墓公园化设计，希望改善过去民众对墓地的印象。规个工程按算11月招标，工期1年2个月。公所嘛答应会请专业委员监督，确保品质与安全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